台湾考好教育馆对民国18年连续来判 IT 生出发嘅公益学习法通，係邀請幼師嘅學童來到考教館參觀體驗，每天收差唔多25000嘅學童。呢法通嘅名係同科家 IT 生來學，希望雖然遇到困難，但唔忘實際，因為係要同各地嘅體傳研究合作，去學教父母嘅計劃，希望你哋單親嘅情況家庭。亦係先出名嘅青年，到資源來認識科學。兩位高生批定規定以下嘅動作，基隆市體內規社會按度學生嘅合創一條歌位來表示嚴厲感謝。因為參加考好教育館辦嘅公益學習法通，韓國到學校服務計劃，因好多位軌道對課本上無教嘅考好知識。因為這裡有很多不同展覽，可以教我們很多東西，地理的或化學原理，那些都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就算我們不會的時候，他也會講到我們會為止。我們學校是弱勢子女是比較多，那可能家長平常也沒有機會到小朋友到科教館跟來接觸這些科學實驗。那小朋友到科教館之後，他們就覺得看到非常多他們喜歡新奇的東西。按到小朋友邊做欣賞，跟自家將好多位用嚟做欺負天地的知識拿來教人，按用學習的成果就會判一個法通的目標。小孩子的學習其實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說，如果有單位願意提供藝文、閱讀方面的這種活動的話，我們也願意結合起來。那到台北的時候，上午在科教館，或者當天在科教館，第二天可能就到某個據點去學。法通嘅內容係照學校離科教館有幾遠呢？本做來了1年，也係2年，收費都係對計劃度方來出，所以未聽5年呢。還係有幾多單位團體來申請，科教館希望各界候選人士踴躍進前，來創下同韓國多弱勢嘅青年嘅天數。下個新聞分享上陳欣怡台北報道。